中共在那个新疆要让维吾尔人融入中华民族或是那个中国社会，然后希特勒的话迫害犹太人，我们没有听过，德国的那个纳粹德国，他们要让犹太人融入日耳曼社会，所以这个迫害的那个方式有点像，不一样，根本上的不一样，不同。那就是那个我的那个比较概念上的理清，对于受害者而言，还是两个都是很痛苦的。我想说那个中国的做法不太像那个传统的种族灭绝，中国的做法是那个2.0版本的种族灭绝，相比那个希特勒的说法，相比那个纳粹德国的说法，甚至有进化的感觉。那中国的那个这一些那个通化政策呢，是那个应该可以说那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种族灭绝。那么中国的统治香港的手段和统治新疆的手段，在某些地方是比较类似的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新疆问题用个种族灭绝的话，那么我们香港怎么办？我觉得一个是共产党一党独裁政权的问题。反恐那个东西是我刚刚讲，我认为是中国维持压制维吾尔人的一个借口而已。汉维的冲突基本的制造的人是中国共产党，那一直在呼吁汉族跟维族人和谐的学者、知识分子是被中国共产党用颠覆国家政权判刑、关在监牢里面的，要逼迫中国政府开放新疆，让人自由的去报道，让那个地方的真相出来，所有的争议才有厘清的可能性嘛。台湾跟新疆有本质上的不同，台湾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立我们台湾的生活，对我们自己生活价值的坚持，去抵抗中国的侵略。